米这个呗，我讲的修，这个大呗，咋全部指定那个米的，我讲开什么，我的开什么修就是指的吧，体检呗，和鸟着蒙古休息用这个样嘛。但米的上面哪了，我看得出不来，热的人呢，他对是什么去？大可我的西部这边开什么指那边，哈萨人这个吃场了，学过课鸟着苏格的上边去闲了。我从呢公共屯驻是那个人是吧？根据搞不起来的，唐大中的现在公共屯驻光不这个呢这个样的，公共屯驻人多呢，对不对的？以呢公共屯驻用下个唐大人家的少的，当我们的生活说这个上情况个，公共屯驻用唐大人家个这个人些、汉巴些、毛病车这样情况是吧？我觉得个都的，以呢我有个唐大了，汉巴些这个人些呢，俺毛病车个人，哎你米真的皮肤的上面钱呢，要不得啊？我还是奇怪的，人的呢，或者大是人不起，别那米。肯定没送啊！我当然讲了，以那样过去崇拜说的些些，大瓜的客栈的就鸟瓜说的绝不赢了。可咋的是那个绕街这么去？可咋行？鸟这结果的结，以那可看开的我了嘛，这不前边赢了，这种啊，是吧？这朋友，你没到个巨上浪面，你如果要的是那种对兄弟啊多啊。是吧？其实朋友没到来，看到这人民的话，可行的破的，这些突破冲突就是说那些的。但看到俺是平说的，就是个的，这第一呢，他结果了呀，他修这个呗，6年长寿单钱700亿呢，你搞老子带的用不了了，是在这里的东北人心不就700亿呢？啥这个移动的，他的口味对主要用不就700亿呢？当时候确然不是用不动啊。得判事儿吧。